胡说！告诉你，这个呀，我要在你这儿请客。什么？你请客？怎么着？不信呐？哎呦，你瞧，我是不信吗？这街里街外的茶馆酒肆儿，谁不知道你张伯川是个有名的？什么呀？嘴上抹石灰，你白吃白喝呀！别这儿胡说了，赶紧的给我摆上。摆上？摆上我哪要钱去呀？告诉你说，这个来你这儿吃酒的是2位贵公子。贵公子？正格的哪儿的贵公子啊？哼，我要是说出来，也吓你一跟头。说说吧。哼，听我跟你说啊，就是新到咱们一星地面的龙骧将军王俊王大人的2位公子王虎、王烈。嚯！我说你这份神气呢，感情啊是标上公子哥了。少废话，赶紧给我摆上。有人给钱我就好办了，快着点啊！给你摆上吧，一会儿就来了，赶紧的。你这人着什么急呀？我呀，瞧瞧他们来了没有。2位公子，穿着嘿，我在此恭候多时了。有了，里面请。快请上座。小宝，把那个上好的酒给我拿上来。嘿，来了。快着点。来，2位公子，我给您满上啊！哎，来，喝着。哎，来，2位公子请。哎，干！哎，我说2位公子，今儿个怎么出来的这么晚了？在家温习事事，故而来迟。哦，对，那读书啊可是好事，要是光顾了喝酒，把诗书给耽误了，哎呦，我可担待不起呀。只是叫本川兄等候了。哎呦，您这个话可就说远了啊！想我张国川交朋友，哎，只要是情投意合，哪怕是2肋插刀呢，我也是心甘情愿。等日子长了，嘿，您2位就知道啦。来日方长，以后还要多多的领教。不敢，来，哎，我给2位满上，哎，来，喝着，哎，2位公子请。干！我说2位公子，您瞧啊，您来到我们这一星地面也玩了好几天了，正格的我们这小地方怎么样啊？好便好，只是美丽有山逛景，特意厌倦了。嗨，您有这个话早说呀，换个花样，那地方可多了。哎，听我跟您说啊，就那个南门以外有位卖唱的女子，哎呦，空楼一曲，令人销魂呐，是增一分则太长，减一分则太简，敷粉则太白，施朱则太赤，可称得上是墨水之神，不为过也。这等所在，我等焉能前往？对呀，咱们哪能去那地方啊？哎，别说2位公子没去过，就是张国川我，也没去过。哎，喝酒，哎，兄长，看天势不早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哎，不是，2位公子，这酒未尽兴，忙的什么呀？我传有所不知啊，今日吃酒乃是家界涉猎为名，如不尽早回去，恐受我责罚。得了，既然这么说呀，我也就不拦着了，咱们下回了啊，下回。
告你已有公子吃外仙有血皇帝，如今将你送至县衙严加惩治。哎呦，你这不是区来好人吗？不是二公子，你不听我说两句吗？哎，二公子，公子，现在后夜深路一些，还是回去的好。好，刘邦，哎，九天在此，嘿，是家园大乐喽！嘿嘿，这小子，我算他就有这天儿吗？哎！周大爷，您来了，我一猜您就得来了。周大爷，哎，您里头坐着，您里头坐着。周大爷，哎，您里头坐着，您里头坐着，哎，您里头坐着。周大爷，我一猜您就该来了，酒我都给您烫好了，您这儿坐着，我呀给您取酒去。周大爷，我给您换一大杯的。周大爷，我就剩这一坛酒了。
臣打下了国行的常例，每月到还跟前行啊。近来许以国贤不见手来，我不免吃不醉饱，我寻闹他人一番，变了门。拿酒来！仇大爷，刚才都跟您说了，我就剩这一坛酒了。什么？我有酒了？我还敢冤您吗？好，既然无酒，将我的场地银子拿来。仇大爷，罚了不打，打了不罚呀！您哪次过来喝酒都没跟您要我钱就得了，您再要场地银，仇大爷，您看我这小买卖，我哪儿垫得起呀？你可知道你周大爷我的厉害吗？全给您，您再要我的命，我可也没有了。我有了。我要是冤您，叫我不得好死。好，我再往腰上走走。这帮人都往哪里去了？迟来一个人。来了！忽听雨声高，像是周处到。掌柜的啊，他怎么又来了？好，派我向前。有点神啊！啊，周大爷，您可好吧？哼，哪个要你这份走走的算理？快拿俺的酒滚出来！周大爷，您来看，这2日天气不好，未曾开药，生意惨淡。改日有了银钱，与您送去也就是了。你瞧瞧，你来了，甭说买主了，连个打捞的也没有啊！
但是欺负你周大爷，不会讨这厂里银子么？啊，甭说你是吃胳膊钱儿的，就是官府的银两，也得容我们个3天2天的呀。你敢拿官府欺压于咱不成？啊，难道说你比官府还厉害吗？嘿嘿，想拿官府，人一啰嗦，你们到府尹孝敬，你周大爷我要地少，你们还是这样拖泥带水吗？啊，谁让人家是公的，你是私的呢？听你之言，想罢了不成？这生意不好，他也没办法呀。哈，我受不了！动手啊你！听你来的话，看那官府将咋样？若我银两来钱呐，请他将根定了为蛋挞。哎呀，周大爷呀，像我们这数十余口，举头靠着窑门度日，你若是想要打他，叫我们活以为生呐！掌柜的啊，来，我说呀，听我跟你说啊，哎，咱们这老啊是灌了浆的，他呀打不他。你道你周大爷，我打破他这几座窑啊，他我瞧不透。哈哈，你试试看吧。算是人今日是大话，人他泰山也蛋挞。周大爷啊，周大爷，不得呀，周大爷，哎呀，看那周处怒冲冲而去，他若是想要打坏，叫我们活以为生呐！他呀打不他。周处打他李洛瑶，你瞧果然打他了啊！周处又打他了一个窑。哎呀，你可是闯了大祸了啊！掌柜的，您别着急，您到后边歇着去，我带伙计们揍他去。快去啊！成家伙，走！是不走，不得呀！不得呀！就有头上力气大，心所以要为人去打他，换的心火一转往家拉。大爷心不饶恕他！哎呀，周大爷呀，看在我的份上，你饶了他吧！你们还打不打了？不打了，再也不敢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敢打了。我给厂里银子呢？厂里银子，周大爷，厂里银子在此。嫂嫂拿去银子，或用你周大爷走走。是。从今以后，前3日与俺色情，日若不然，管教你那7座窑儿行为媳妇。是，记下了。
无理呀！掌柜的啊，咱们去衙门告他去。哎，那衙门也奈何不了他呀！掌柜的啊，闻听人言，龙骧将军王俊王大人是为民请命的好官，咱们呢上那儿告他去。也只好如此啊！回去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啊！杀入进去。
南山路，令人心锐惊。近来赤猛虎断绝新路人，若要贸然从此过，哎呀，可观呐！怎么样？连皮带骨一起吞。哎呀呀！若非得遇老丈，我等性命休矣。近来新人一绝，你们竟然不知吗？我家公子身居府中，年人知晓。请问老丈，越过此山，还有哪条道路？只有长桥可通。家园长桥曲折。且慢，兄长何必胆小？纵有不慌，小弟我有千方宝剑，那不期待我？客官千万不过至此，那大虫凶猛之极，浑是不走的为师啊！贤弟呀！贤弟不可太年轻，从回头光了不叫三月晨，速去长江阳关道。地球南山分长桥。贤弟，看秦岭水深大阵，人心惶惶，不知问言了何事？哎呀，公子啊，你看那长桥一带，河水浮腾，波浪翻滚，岸上居民父老幼逃往这乡来了。乡亲们为何这等模样？哎呀，客官呐，这长桥之下吃了一条孽蛟，兴风作浪，这两岸的庄田俱被淹没。若有人打从桥上经过，被那孽蛟打落水中，被他生吞，哎呀，我们这里的居民俱都难以安生了啊！是啊，难以安生了啊！山中有雾霾阻挡，别将新郎在长桥。请问老丈，去往京城，不过此桥，还有哪条道路可通？别路不通，你们还是快回去了吧。走吧，我们也回去了吧。贤弟，心知南山山有猛虎，越过长桥又遇孽蛟，这便如何是好？事到如今，你我弟兄回至府中，禀明爹娘，再从道理。是啊，还是回去的好。原路而回。
状告我国周池杀害一良，待在马河遵命。往上来状告莫滚折翅，但在马河为家听审遵命。
问之后，原来是那恶棍周氏杀害了你。小老爷乃一方干臣，万民苏命，地方失了恶棍，只可拿来惩治才是。我岂不知拿来治罪的道理？想那周氏乃是故有周防之子，我与他父交好深厚，况且周防只有此子，我若将他置于死地，岂不绝了他周门之后，怎对故人于全家？老爷呀！劝老爷休看在故人身上。
吃令此地，不向南山吃了猛虎，长江又是孽教，算上那周氏，竟成了民间的三害了。是啊，母亲，那周氏身等洋人，乃是横行霸道、诈害民财的光棍呐！哦，有这等事，待孩儿前去换了他回来。你有多大的本领，敢与那力举千斤的周氏较量？孩儿自幼祈求全身无益，若有千军万马不足为奇，何况那周氏纵有巴山之力，岂待有何？你既然有此本领，为何去至南山与我战争？小小年纪，只会背地夸口，是此拉年大话，真乃言过其实。弟弟不必动怒，待孩儿进山斩获，为英明之害。好，我就看你是怎样的杀哦！我就此去也。像你虽有武艺，怎能与虎相敌呀？我去，孩儿若不前去，怎成将门之人？孩儿武艺虽不甚精，愿中二弟一棒之力，待战虎之后，劫赴京城，投奔陆公门下，以求生造。好，你二人有此胆量，真不愧将门之子。为娘也不拦阻你们，但需要小心。孩儿记下了。回房去把金公还，半夜持家奔金华，一直战火安山门墙。他欠你多少银子？嗨，不是欠我的。哦，
欠哪个的？是欠西街刘大官人的。却又来冤有头债有主，与你实不相干。哟，说周大爷，这天下人呐，管的是天下事，我呢是管闲事的。哦，好，周大爷，周大爷，喂，老头儿，过来。周大爷，你怎样欠下债务，对我时来慢慢地讲。周大爷，老汉在长桥一带务农为生，今春收成欠佳，欠了刘大官人10两纹银，点名秋收之后本利无归，怎奈长桥大水，庄田淹没，八口之家尚难糊口，哪有银钱还债呀？是我请张先生宽限安在，是他不容分尸，就要将我拿到衙门而去。哦，你就随他前去便利，可有待何方？哎呀，周大爷，那张先生与那帮马快馒头呼兄唤弟，我若是前去，岂不就吃了大亏了我？老头儿，你不必为难，有你周大爷与你做主。多谢周大爷。过来，周大爷，干什么的嘞？你与他讨债啊，有什么凭证？有文书啊。哦，有文书。对了，好，拿来我看。哎呦，我说周大爷，你有这闲工夫喝2杯酒好不好啊？这，拿过来，您等等，拿过来，您等等，您等等，这儿呢，拿过来，您，拿过来。那是什么？啊，这个，嗨，给西街刘大官人要的15两银子。好，拿来我看。不是，这连银子都没见过。拿过来，不是，别，周大爷，拿过来，别，周大爷，拿过来，拿过来。这文书倒是不假。好，这千年字条会说话，他能有假的吗？这个。你回去对那刘大官人演讲啊，老张所欠之银，记在某地名下。这15两纹银，嘿嘿，你周大爷，我暂借一用啊。哎呦，我说周大爷，您别开着玩笑啊！我与你开玩笑，您可真够不懂狂笑的。我饶你不难，离婚找他不找？不找了。好，你再若找他所债，被你周大爷知道，我定要你的狗背。好，记下了。记下了。走，周大爷，这与我走。您给我，不是周大爷，滚开！我这连老板也背着去了。哎呦！老头儿，这15两纹银，你拿回家去买些柴米去吧。哎呀，周大爷的银两，小老儿不堪收受啊！拿去，不堪收受，拿去，不堪拿去！你怎么不爽快呢？哎呀，多谢周大爷。
此话不是这样讲。怎样讲？你再曾长谈，有言不成世道。哦，想是你年纪大了，被人欺负，不妨说将之来，我与你分忧千仇。多谢壮士的美意，我就是石将之来，也是国际于世人。哪个欺负于你，此官的将来，我与你报仇雪恨。壮士总有侠义之心，我就是石将之来，你也不能奈何得了他呀。你怎么讲？奈何不了他呀。打我仗啊！昂首一挺，无与仇分云。管那人间法不平，你快把誓言对方而用。他就是真金的铁罗汉，也只能三分。壮士当真要问，好，我就替你试试了吧。我谈的是这一心地面，黎民百姓好过也。啊，这一心百姓，他们哭着回来。只因此地吃了三害。此地吃了三害，我怎么就不知呢？啊，老丈但不知是哪三害，一一讲来。壮士只要问，至此壮士平了。慢慢的
了是了我是虎变这个样的。这是厉害吗？校长，我本题是第二害。但不知他又是何兄弟？长江又吃了我怀要记得。这桥变成个样啊！算这是二害。校长，我本题这第三害。
是三太之内，也难见的。家里啊，不藏我，无人要知你此上臣下了错，欺人。做什么我来呢？在场之内，将他恩熙来的中门将天生。这是御史的兄母，算的是三太。算的是三太吧？老大，北汉之家就无人去告他我。那北海之家，皇上啊！北海家，东南
啊！老杨逍遥谈他经，我自愧此人缘，自甘上情。老队长在此将我问根。来此已是南山，你我弟兄进山去的话。
大见我等性命休矣，请问壮士尊姓大名？山野村夫不问爹爸，日后便知分晓。二位，你们今于何往？我等俱往京城寻访庭院内史陆杰为师。陆基是甚等样人？那陆基陆云人称云锦二路，天下闻名。哎呀，惭愧，我就不知。看壮士仪表非凡，何不与我弟兄二人一同去往京城，拜在二路名下，以求生得早？好，都蒙二位美意，敢不一同？只是按上有备料之事，你我日后京城相会。辞了。今日山中持枪棒，再望长桥斩你脚。当人与众位相亲，只可远远名落，不可前进。确实为何？倘被你酒伤害，反为不美。我所言即是。好，随我来。此水西出长江，南来震泽，真乃滔天洪河啊！大人，众位乡亲，准备远远兵器落来。壮士需要小心。按正处来也。
之后，你到此做什么来了？人家都说这个地方待不得，您怎么又来了呢？怎么？刚才我听人家说，周大爷让聂娇给吃了，回不来了。啊，此话何人所讲？范老二讲的呀。休要听他们胡言乱语。我也是这么想啊，战周大爷武艺高强，他能杀虎就能斩蛟，赶明儿我长大了还学他呢。这便才是。爷爷，您看，月光之下，波浪翻滚，这个地方待不得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你休得多口。周大爷下水的时候，不是说让咱们离这儿远点吗？您怎么不听周大爷的话呢？师傅，走吧。天亮再来。好。走吧，天亮再来。走吧，走吧。像是一名父皇啊，手持美酒长啸啊！有天列位在桥边。你这老头儿，如今三害已除，你怎么唉声叹气的呀？那周大爷乃是为民之汉，如今一死，岂不可惜？嘿，你这老头儿是不是老糊涂了？那周处死了才好呢，他要是不死啊，还得打他我们几座桃窑呢。真是。如今三害已除啊，咱们团团围住，喝上几杯。喝几杯？来，就这儿吧，就这儿。我说聂位，这聂娇虽凶，猛虎虽恶呀。要说这第三害周处啊，他可是比聂娇还凶，比猛虎还恶呢。是啊。如今呢，他跟这聂娇是同归于尽了。我说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不知道啊。听我跟你们说啊，这老天爷呀，看着周处闹的是太不像话了，才命这焦虎下界诱他上钩，害他的性命。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不管怎么说呀，他是死了，咱们呢喝上几杯。晚上，这一杯酒，虎以绝技。虎以绝技。晚上。这二杯酒啊，怎么样啊？交不复生。交不是。来。晚上。这三杯酒，周处已死。周大爷来了！周大爷，你杀虎斩蛟，真乃我一心之幸。我说你杯多美酒，来，与你请祸，你活了这杯吧。别忘，列位之言，俺居于庭前，相安周处，在这一生，强横勒索，日间凌厉三害，虽然二害一除，其罪安恕也？虽然二害既除了，周处之罪怎能饶？唯有一死谢父本啊！
之时，与2位少年是按杀虎之后，他2人便约我同奔京城。我曾问过他2人的名姓，一时仓促，不曾问过。看他2人好像双生之子，身材一般，面貌不无儿。哎呀，实不相瞒，此2人乃是老夫之子，如今本壮士大酒，我这里当面谢过。原来是大人2位公子，真乃天缘凑巧巧得很呐，巧得很。哎，壮士，你可认得此物？大人，莫非就是在长街叫我的那位老仙人吗？不错，就是老夫啊！大人呐！若非大人点情于我，交出此生修义，大人请上什么国一拜？当是从北郊与壮士见习，俺还要赶上2位公子一同进京，就此与大人众位乡亲告辞了。都蒙大人将我叫征出刑务，在京兆。此去京城求深造，立志报国，是人